原創廣播劇《多了出來的1小時》，離婁番外篇。我係 Emma， 過咗嚟英國啱啱7個月，我都唔知自己而家係咪叫做移咗民。之前同好多人一樣，掙扎緊應該去加拿大好定係去英國。當初呢，諗住會同我男朋友 Kyle 一齊做一個決定，點知原來佢一直都唔想走，又唔肯同我講。最後我哋嗌咗一場大交，仲分埋手添。當我猶豫緊自己應該點算嘅時候呢，個天最後幫我揀咗。有一日，公司老細話想喺英國開個網上平台嘅 project， 做移咗民嘅人嘅生意，要留喺英國3-4年咁樣，所以呢，佢就派咗我過嚟啦。都好嘅，喺英國有我最好嘅姊妹 Josie， 仲加埋佢老公 Leo 啦，同埋我啱啱出世嘅新契仔 Leo 2.0。今晚呢，將會係我第一次喺英國經歷夏令轉冬令時間。每年10月最後一個星期六嘅深夜2點嘅時候，就會向前撥返1個鐘，即係去返1點，再行多一次。呢1個鐘，我感覺好奇怪。原來有啲嘢係真係大家一齊去話唔係，佢就會唔係。即係聽日嘅9點，其實明明係今日嘅10點，但係我哋聽日集體話佢係9點呢，咁佢就係9點啦。太陽明明都係同一個，個地球都係咁樣轉。但係我哋就集體喺呢一個時間製造咗多1個鐘。喂，衰婆！喂，衰婆契媽，做緊咩啊？呢啲時間有咩做啊？咪又係聽下歌，準備瞓覺咯。打嚟做咩啊？冇啊，阿仔瞓咗，我又未瞓得着，咪打嚟同你傾2句啦。同埋提你啊，今晚臨瞓之前啊，記得要校個鐘咧去冬令時間啊。如果唔係咧，聽朝你瞓醒啊，你就快人哋成個鐘噶啦。即係要校嗰啲錶啊、掛長鐘嗰啲啊嘛，係嘛？係啊，電話唔使校噶嘛，會自己轉噶。不過夏令轉冬令時間都幾特別喎，之前都冇試過，唔知係咩感覺呢？咩感覺啫？咪有多1個鐘頭可以瞓咯。係啊，你聽日咧過嚟之前咧，可唔可以幫我去超市買多包意粉啊？我驚唔夠啊。不過因為聽日星期日咧，啲超市12點鐘先開噶，所以你記得咧，聽日嘅冬令時間12點鐘啊，佢哋先開啊。唔好好似我第1年過到嚟啊咁啊，早咗成個鐘咧，戇居居，人哋門都未開啊。唔係啊嘛，咁搞笑。咩搞笑啊？嗰陣時過到嚟啊，乜都唔識，又冇人提喎，邊好似你而家咁幸福啊？有我喺度提你啊！係啦，最抵錫係你啦。梗係啦，仲使講？阿仔喊啦！喂，唔講住，聽日先見啊！拜拜。之後呢，我有嘗試去瞓覺噶，不過真係瞓唔着，因為個感覺真係好奇怪。點解我今晚可以無啦啦多咗1個鐘頭瞓覺嘅？係咪等於聽日嘅日出都係會跟住我哋咁所講，前1個鐘頭先出嚟噶？仲有2分鐘就到2點，準備進入冬令時間，個感覺究竟會係點嘅呢？呢一個時間好寧靜。我瞓咗喺張床，碌下個電話，
睇翻以前啲相，我見到佢 WhatsApp 嘅 profile pic 都係以前嗰個，唔知佢而家點呢？唉，哇，勁痛啊！又跌咗部電話落塊面度添。唉，喂，Kyle，Emma，喂，唔好意思啊，我啱啱嗨到個掣。你幾好嘛？都 OK 啦，幾好啊。嗯，你喺英國啊？係啊。都好似過咗去有1年咯。7個月。哦，咁點解你嗰度凍唔凍？都 OK 嘅。好似 Josie 話齋，唔使好似喺加拿大咁樣日日鏟雪咯。哦，你咁夜嘅？你嗰邊應該都就2點噶咯喎。係啊，今晚轉冬令時間，有多咗1個鐘可以瞓。多咗1個鐘，咁咪可以靜下咯。哦，係咧，我咁早打俾你，有冇嘈醒你啊？冇，起身冇耐，準備落去食早餐咁樣。吓？你食早餐嘅咩？而家9點都未到喎。哦，係啊。哦，係咧，阿 Josie 佢哋生咗個小朋友喎，而家都就嚟1歲啦，好得意㗎，叫 Martin 啊。哦，係咩？係啊，我陣間 send 啲相俾你睇下。哦，我出完頭啦 ，BB， 行得啦。好得噶啦，你着鞋先啦。哦，喂，咁唔阻你住啦。哦，唔阻。你都早啲瞓啦，都2點幾啦。而家去翻1點幾咋？1點 ？Anyway，都唔重要啦，拜拜。我記得頭先我打出個電話嘅時間係1點58分，但係我而家望住個電話，時間係顯示緊1點03分，即係話而家呢個時間我係仍然未打出頭先嗰個電話。咁究竟頭先嘅對話裏面所有嘅嘢，出現過嘅所有人，其實係咪真係存在過㗎？傳來法語問你是我的家屬吧，原來我已自那白浪之巔墮下，明明分開，為何得這號碼？如何會很不解，我怎不生了他？我知不該，但是不改，像某種流亡的愛，千里之外，聯繫還是依在。有沒有一絲半秒傷悲？要是我今晚異地斷氣，問你可肯即夜趕搭通宵客機？有沒有一絲半秒歡喜？在無人衣口內煩住你，若覺得將這責任交出很離奇，是我自私今世最後需要的人兒，只想是你。誰憐愛你，讓我在某興處軟爛，然而靠你苦痛亦算黑色浪漫。甜蜜那陣時關懷日子中講到大淚眼，誰料情感無常，這假設太簡單。你有沒
有一絲面傷悲。要是我今晚異地斷氣，問你可肯直言趕搭通宵客機？若沒有一絲沒了歡喜，再無人以後去牽絆你。若覺得將這責任押注很離奇，是我自私今世最後需要的建議，只想是你，必須是你，很想被念記，即使淡淡地記，就算再生亦被嫌棄，都想這遺言說好想你，可惜最尾未夠運氣。有沒有一絲？要是我今晚話到嘴邊打住，早變陌路人，常有幻想是大忌，這號碼應該長眠於手機，就算死亦別再收了你。若覺得這惡作劇真的很頑皮，早該別識給我帶淚奔喪的情人，只想是